大家好，我是谢雷，是镜子。今天去看爷爷奶奶和外婆，现在他们都是住在相城区了，汽车开过去都是顺路。阿爸，阿爸，你干的呀？从我你刚没来看呢我。阿爸，我最近网浪向到处发晒好，那个侪不能上场啊。这是啥人家？那个金花菜个饼，啊，吃得热个哦，吃得热腾腾的，吃得喏。那个大手把一条吃起，一条最欢喜大手。大手一条欢喜干。年干上场啊，宁波个年干。不年干，我们年干是年到吃吧？你搿个就是和年干不晒来吃。那个是深圳的一片新鲜，大头菜再做。哦呀，你那种物事弄得来，你才发吃干，你不吃做干，不吃做嘛，难不娘娘吃，不夫妇吃也可以。围上一块汉堡，对吧？啥个海鸟？海鸟，那个多汤，多年纪大嘛，还是石头米蛋退化什么吃点海鸟。你自家吃这样。总归要到底门子过来很方便，从我奶奶家到外婆家10分钟。可惜这个肖像我还没有录啊，进不去，只能让我舅舅出来接我们。你在东里嘛呀？那是来打死的管家，要得下困得着。快你知道？没。50元钱比较强。朋友们看，这些都是我外婆花了1个下午自己摆的，感觉都是正好放在里面，很有艺术天赋。母子搭配，干活不累。西菜一个5对。啊，闻到单口3个人并把手了还。时间可以让人丢失一切，唯有亲情难以割舍。即使有一天终将分别，但他们的爱将永远留在子女心中。